俩人笑的跟哑出的大招哈！你们俩这是第一次出现，这祥云队这个找来的人才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是今天刚到的。哦，我们祥云队现在是平均支持率最高的，派你俩来，估计想把这支持率再往上升一升，听听我们现场观众的反应怎么样？灵芝姑娘特别的好听啊！今天是爱情主题，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们见证过的最美好的爱情是什么样的？我爸爸和我妈妈。哦，爸爸妈妈的爱情。那时候是我好像还没出生的时候。那肯定是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。太可爱了。那时候我没出生的时候。那时候我爸爸是一个大卡车的司机。然后他每次经过就是从我们这个从格尔木到拉萨去的时候，中间有很多去朝拜的，还有很多就是打车的人，他会装得满满的一车人送到拉萨才会回家。就是路人打招呼要乘一下顺风车。嗯，是的。哦，这人群中就有我妈妈。
那你爸爸怎么就在那人群中多看了你妈一眼呢？因为我爸爸跟我一样，长得很帅。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鼓励啊？然后我妈见到我爸爸是这样的，男神的那种，现在话来说是男神的那种。然后说你当时他们可能是在第2个地方见到面说，我以前搭过你的车，他们俩就聊起来，然后觉得性格呀那些方面是比较好。然后我妈妈是特别那种，知道吗？你明白吗？哎，你可以想象你妈坐在电键，如果看到你这么描述她，你还能回老家吗？从这么多年过来，我觉得他们俩，我没见过他们俩吵架。家里大事小事都是我妈说了算，因为我爸几乎是那种浓浓的这种级别。好，同意楼上的意见。就是那种。然后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这么多年过来，对不对？我都这么大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一程的爱情的见证，我觉得是真爱。这是很多天下的爸爸妈妈的爱情，普普通通，但其实又里面饱含着深情哈。